2020大选结束，透早蔡总统接见日本在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总统立委选举，国民党输甲下下，多位党内人士拢呼吁国民党应该爱改革。阳光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试验已经41例，另外高雄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下病毒出现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2020大选的结果，昨已经出来啊。台湾人民用宝贵的一票，决定让蔡英文总统继续连任。透早，蔡总统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林英杰，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来宣示，甲有共同理念的甲国家会继续合作。选后头一天，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宣示甲美国、日本等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国家继续合作。台美之间已经从双边的伙伴关系升级为全球合作伙伴。未来我们会在过去3年多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台美在全球议题上面的合作。各国政府官员也拢是发文祝福。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除了表达祝福，也希望海峡两岸重新启动对话，化解歧见，并且建立建设性关系。日本外务大臣外相毛茂敏昌也表示，日本政府会更加深化双方合作交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俄罗蔡英文总统在面对压力下，依然要维护两岸的稳定。美国也感谢蔡总统的领导，以及与美国发展坚实的伙伴关系，并推崇蔡总统在无止境的压力之下，仍能够继续的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英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号深夜，搁再讲，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甲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甲行为，坚决尊重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也搁再讲坚持九二共识。咱立委会是回应，呼吁北京当局应该放下单边的政治前提，抛弃威吓打压。正确知影台湾人民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事实，不惜甲咱方面对两岸关系升级。记者综合报道。2020大选，民进党大赢，总统蔡英文唔但连任，阁摕到超过817万票，是总统选举历史上上悬票。国会嘛摕到过半的席次61席，不过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恐惊失去制衡的力量。一透早，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当选人郭家儒为胜算下票，这一摆以破12万票成功打败现任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当选立委。当然，其实这一次年轻人出来投票，跟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关心，跟台湾民主的一个期待哦，其实是这一次能够胜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2020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得到817万231票，创总统选举史上上悬的纪录，以200多万票的票数打败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学者分析，甲韩国瑜抗败效应进程，各境的民调结果其实差不远，主要影响选情因素之一，就是香港反送中事件。就是去年6月份的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之后啊，呈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的确是一个这次选举胜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民进党这一摆的国会再度出现过半席次，一捆摕到61席，国民党38席，台湾民众党5席，时代力量保住3席，其他的政党无党籍是有6席。这摆台北市中山北上山选区立委选举，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张万安打败强敌吴怡农，顺利的连任为国民党保住1席。立委的席次，面对这一摆国民党大败，伊讲国民党应该彻底检讨，表示我们离中间的选民太远，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问题。那我想，包括不管是相关的论述、基层组织、吸纳年轻人、广征人才等等，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彻彻底底来进行改革。学者表示，民进党再度完全执政，总统蔡英文恐惊成为超级总统，在野党制衡力量弱，安怎改善台湾的经济？如何解决两岸难题等？大选了后，才多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
今麦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表示明仔载登去市府上班。韩国瑜刷落来要面对的是罢免行动。韩国瑜这道的票数伫高雄是比选市长的时阵减28万票。罢韩团体认为这是展现出高雄的民意。星期一，我可以继续回到市政府上班，我要继续去执行我肩膀上的责任。第一台顶坐摆安大支持者，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接受败选结果，并且宣布13要登记市府上班。礼拜是选后头一天，伊无公开行程，也无出面谢票。而等到第二天，伊登记市府了后，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罢免伊行动。这摆选举中央选委会统计，全台投票率将近7%，高雄市达到7%，是全国上悬。韩国瑜却是输予对手蔡英文40几万票，甲伊2018年高雄市长得到89万票来比较，减少28万票。高雄目前有100多万的人投给蔡总统，然后大概就是50几万的人投给韩市长，所以已经有近70%的市民其实已经对韩国瑜市长投下了反对票。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就是对他的一个不信任投票。罢韩团体讲，这结果代表市民无信任韩国瑜，好有伊实质，也强调罢免一定行完全部停输。第一阶段暂歇到1月19，过年了后就要展开第二阶段的连署。这段期间是他很多要去弥补高雄市民的时候，所以他反而可以把高雄当成他当时的国政顾问团一个实践的地方。他如果在高雄有办法成功带领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高雄市民反而会怀念，就是当时怎么不让韩国瑜当选总统。面对败选，有国民党议员建议韩国瑜赶紧修补市民对于放杀高雄的成见，尤其是选总统时，国政顾问团推出多项有利青年就学者政策，那伫高雄市成功推动，未来也是真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内一直出现爱检讨的声音。国民党青壮派今仔日要暗暝伫中央党部头前开记者会，表示要成立甲1来推杀国民党的改革。我们痛心的、忧心的，其实不只是国民党一个党的存亡，而是我们今天担忧的是台湾民主制衡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觉得国民党不能够再用改革的空口号，然后去不断的敷衍每一次的失败，因为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在失败中得不到教训。罗致强号召甲1，是希望联合更较侪人做正确的代志。罗致强讲，干那喊口号无法度重新改革，甲民生赢倒转来。头一波的诉求是3期人事减，捐80万做基金，挽回少年人的热情。目前加入甲1的有青壮派罗致强、游淑慧甲叶元之等人。总统立委选举新北市嘛输甲真凄惨，国民党敢若摕到3席。市长侯友宜表示，伊会想看卖家己倒位做无好势。另外，选台南市立委书记的前党主席洪秀珠是呼吁国民党爱好好检讨。骑上吉普啊，提起麦克感谢选民支持。国民党高联拔立委回丰泰展开谢票行程。面对国民党大败，回丰泰声音，国民党甲少年世代这一代，确实无办法好好沟通，也接触袂到，绝对是需要更加强的部分。世代交替不是靠年龄的问题，而是想法哈。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党组织啊，我讲的直接一点，要打掉重练。那我想包括不管是相关的论述、基层组织、吸纳年轻人，都必须要彻彻底底来进行改革。随上即摆国民党无论是伫总统得票，还是立委党选席数，拢无理想。其中新北市立委国民党只摕到3席，市长侯友宜做着外界批评，互选不利。侯友宜表示，家己拍拼无够，会扛起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尤其我们不要去检讨别人，要先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所有新北市的所有的施政的过程，是不是还有哪些没有让民众来满意的？我们不但要去做改进，来符合民众的期待。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将请辞负责，外界开始点名中生代应该集体扛责任。前国民党主席洪秀珠认为，党主席应该交予青壮这代，有能力领导国民党的竞选。初选的过程呢，让大家十分的诟病，因为始终规则没有定好。初选结束之后，又没有办法立刻快速的
做好一个整合。我们真的要把棒子交给青壮一代。洪秀柱强调，国民党爱改革的方向真侪，不过上重要就是爱将话语权摕回来，唔通拄着问题，唔敢讲出立场甲主张，失去中心思想甲核心价值。至于未来国民党的两化论述，应该由新的党主席经过大家共同讨论了后来讲。记者综合报道。这道的大选拢总有19个政党参选是真竞争，但是第三势力换人做啊。头一遍参选的台湾民众党就摕到超过11%的票，取代时代力量，成做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虽然区域立委拢无得到，但是政党票算是表现了袂歹，摕到票数超过11%，有50不分区立委，变作是国会第三大党。但是立法院113席，民进党摕到61席，有过半。民众党想要做是关键的少数，恐惊真困难。这不关键少数才是重点嘛。一些选区没有选上，都是民众党害的。都过半了还不满足。像主席讲了，我们要往第一大党前进。那第一大党前进，主党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取得政权，要来执政。国会第一站，民众党开出红盘，时代力量超过7%的得票率，摕到3席。变第四，下晡由党主席徐永明带队伫台北市扫街谢票。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玉顺利进入国会，不过黄国昌煞无法度入去，有人感觉真遗憾。也谢谢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支持我这样一个全然的政治素人踏上政治这条路。我上当以后，时代力量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哈。那我们也会希望在很多地方是不是能找到适当的优秀的人选。来看34席不分区席处，哪里各摕13席。伫不分区第14名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无入去，民众党有5席，时代力量有3席。实力是确定是继承的最强大的第三党，在昨天之前，那么柯文哲是封盘之前，他的民众党是继承的民调最高的第三党，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务实选择，一个是赌赌看的选择，所以自然这两党会吸收到最多的第三就非蓝非绿的选票。主场超越哪里？民众党的成绩真袂歹。来看往年的国会席次比例变化，2012年113席，国民党过半有64席；2016年民进党摕到68席，时代力量有5席，亲民党3席。2020大选，民众党变做是第三大党，时代力量是各有3席。为着要甲因的政治版图固调，除了国会门前，应该要布局2022。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台中的立委选举，民进党摕到5席，国民党敢若2席。其中，互人注意到的是台湾基进党陈柏惟，头一遍去台中参选，就拍败在地超过20年的颜家现任立委国民党立委颜宽恒，阁有新一辈民进党庄敬庭，嘛拍败国民党的现任立委辛智辉。赵国瑜无用放上头甲竞选战车突袭成功的台湾基进党当选人陈柏惟，用骑脚踏车感谢支持，大嘴数着胜利的空气。Thank you，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 ，Thank you。一路上，支持者抢咧翕少年人对陈柏惟的画画真熟悉。台中市的第2选区原先被看作是拿下的铁棒，陈柏惟的参选被认为是上大的炮灰，不过透过网络空战甲轻走电风，吸引少年人眼光。讲电风选你起嚟，你去一直感觉唔咧讲中国的代志，这就是咱无法度接受中国国民党的原因嘛。连任失利的颜宽恒甲父亲颜清标海山顶开社票，即摆原本一定爱得到2代参选，30年的政治经历，特殊具对手的力量甲反中效应，头一摆互拍败。至于第3选区的国民党籍杨庆英，再度对上洪志勇抢到立委的席次。坚持团队，那么也跟接地气，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国民党这一次，我觉得我们要深刻的去检讨。反过来看，民进党方面现任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摕到10万票，第5选区的庄敬庭以素人甲少年形象参选，以97000多票拍败国民党现任立委辛智辉。年轻人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主权自由民主的意识真的是提升很多很多。那年轻人都愿意站出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台湾。台中8席立委，民进党摕到5席，国民党只保掉2席。学者分析，除了利用空战创造网络声量吸引少年人，另也讨厌共产党的策略有效。他认识韩国瑜远比认识共产党来的清楚。是。
所以呢，讨厌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共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现在做的事，两岸关系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他也不清楚。他基本上他是激进党，他是强调是抗中反中的人，所以对刚好符合年轻朋友的口味。学者认为，国民党派系力量虽然整合，但不过并无移转到少年人身上。香港反送中催化少年人对民进党的支持度撼动以往拿大国力的政治版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成功连任，未来4党工商业希望伊会当全力拼经济，改善两岸的政治问题。不过观光业者是真烦恼，两岸的关系恐惊也是冷冰冰，观光业无法度改善。总统大选前几个月，中国下令限速旅客来台禁令。根据观光局统计，去年11月自由行旅客平均一天只有100多人来台，创近10年以来新低。部分旅游业者烦恼，两岸关系短期来无法度改善。5日空前，旅客来台限速令恐惊未解禁，对经济落嘅观光业来讲，真正愈严重。连任之后，两岸关系如果没有积极改善的话，那我想大陆来台的市场是不会好。等于就是推到一个很谷底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还是继续会延续一段时间。蔡总统就任了后，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未少，工商界对国内投资环境无好也有怨言，企业面临高欠，尤其欠人欠电的问题一直存在。若讲无法度改善，那外资唔来，本地资金恐惊留袂掉。未来蔡总统怎么样子订定一套新的投资移民法，包括未来的白领阶级、优秀的专业人才都能够留在台湾，这个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议题。主计总处估计，今年甲明年的 GDP 拢有成长达到2%以上。也毋过学者分析，国内经济属于出口导向的前半经济。也毋过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组织确实无偌济。若讲台湾无法度甲各国签贸易协定，未来台湾经济恐惊会边缘化。虽然对美国出口增长用美金计价有20% 以上，可是我们对全世界出口总体出口还是衰退了将近2%。我们对东协、对中国、对欧元区、欧盟其实都是下滑的。学者表示，蔡总统就任了后，上大的经济挑战，也佫有美中贸易战、后续效应冲击。目前经济成长率主要靠的是政府投资带动。若讲大商回流转单效应降温，若讲单靠内需市场经济成长率保持，恐惊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参谋总长沈一鸣甲顶8位将士坐乌营直升机不幸殉职。国防部表示，明仔载甲后日2天会甲官部刷去空军上山基地甲台北第2殡仪馆，沿路会规划予官兵、代表甲民众来致意。殉职的将士官部会伫明仔载下晡5点，对3军总兵营出发去空军上山基地。联合供电典礼会伫14拜2早起7点半开始举行，中昼12点半启程去北市第2殡仪馆。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是安怎看台湾的总统大选。昨个总统大选因为会影响到两岸未来的关系，美国、日本甲欧洲媒体拢看甲真大篇，用台湾人拒绝一国两制甲扇中国一个大嘴皮来形容选举的结果。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累积41例，其中7个人重症，1个人死亡。疾管署宣布，上近这2天就会派专家去中国访查。另外，中国嘛公布这款新病毒的相关资料，互检测的时间会当对港半减做4点钟。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累积一共41名病例，其中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患者大部分拢是武汉市华南海产市场的经营甲采购人员。虽然台湾目前无确诊个案，为了防疫需要，当局依照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向中国提出访查需求。在后尾仔中国卫生单位回复同意，疾管署这2天将派2位专家前往。可以了解的事情是蛮多的哈。第一个有关于临床啦、实验室啦、处置啦哈的，还或者甚至他们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等等哈，能够了解多少，我们尽量会多了解。疾管署表示，武汉的访查行程将由中国安排，专家回国了后会召开记者会说明。中国也公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定序，疾管署经过比对，发现甲鼻部冠状病毒亲像度达到87%，关注鼻部可能性真悬。未来将依次建立快速检测，检测时间只需要4点钟就会当验出。
那如果说是要验差不多需要8个小时啊，如果验出来阳性的话，那还要做基因定序，还要再花1天。有做了这个特定的一个核酸的一个基因检测的方式之后，那只要可以浓缩到4个小时。咱国也继续执行武汉直航入境班机定期检疫，目前已经执行20航班，有镜头的50人，其中2名符合通报，不过经过检验了后排除，其他8人镜头拢已经改善，也是好起来。经过评估，无需要后送，由地方政府卫生局继续追踪关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三明区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出血热确定病例，是一个60几岁查某人。伊自去年底就开始头壳痛，规身躯酸痛。虽然即摆已经好啊，但是伊的同事的血嘛，亲像有汉他病毒的抗体，怀疑有可能群聚感染。防疫人员伫市场每一个所在详细消毒。另外一边了，本来掠到鸟鼠的鸟鼠人啊，截至礼拜为止，这个所在400公尺内已经掠到12只鸟鼠，而且鸟鼠真可能带有汉他病毒。因为一个在护军工作60岁女性，被确定是汉他病毒出血热病例。伊的同事虽然无发病，血液内底有抗体，真做真可疑个案，也得等待第2摆检验。周边的一些摊商，好，那不管是在小吃的部分，或者是周边的餐厅，提供了良好的一个老鼠活动跟食物的来源，因此我们研判，好，不管是在群聚或者是在可能的活动，还有感染的地方呢，应该是会指向是工作地这附近。这是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出血热，由个案工作所在瓦郡市场，周围也未少小食大。防疫人员发现开创鸟鼠的所在也袂少，烦恼可能会有烧话情形。除了加强灭鸟鼠，也对拜一开始，周边11个里扩大变少。就是它会在水沟盖穿来穿去的，对，也不是说很多啊，就1、2只这样。我们是自己会下班之后会用稀释的漂白水，就是把外面加强。卫生局讲，春天是鸟鼠的探死期，不过高雄无明显冬天，只有这阵也是鸟鼠探死的时阵。民众若是碰到鸟鼠，千万唔通用手抓。而鸟鼠经过所在，也建议用透过水的漂白水漂清气，以免受到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2度到18度，中部地区是12度到22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4度到23度。外岛地区11度到19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奥地利看初赛比赛。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